首先係物業入嚟嘅大門，旁邊就係飯廳，可以擺個4人飯台。客廳嘅地方一邊可以放電視櫃，另一邊可以放梳化啦。對住就係附近嘅內園，同埋望到遠處嘅山景。洗手間係明廁，企缸設計，方便淋浴。第一個房間放完床之外，仲有好多位置放衣櫃，對住亦係內園嘅景觀。另一個房間更加寬敞，放完雙人床之外，仲有好多位置放衣櫃，對住亦係附近嘅內園，同埋望到遠處嘅山景。廚房係緊廚，有雪櫃、爐頭、抽油煙機同埋儲物櫃。如果各位想睇呢個單位，歡迎隨時聯絡我。大圍米高，多謝大家。